8.1米嘅大橫廳真係又大又長啊！珠海環宇城隔離8.1米大橫廳南北通嘅精裝修4房。呢度咧只有109個平方就可以做到咁四正咯喎！入門嘅入戶花園咧係送嘅，第一間房咧書房或者客房都係送噶。我個人非常中意呢一種大橫廳嘅設計啊，而且呢邊仲有一個 L 型嘅廚房，單邊位，所以每個房間每個地方咧都係有飄窗有採光嘅。望翻我哋呢邊啦，仲 set 咗個洗衣房，平時俾你做一個洗衣晾曬喎。哇，好舒服！喺屋企打羽毛球、打籃球都冇 OK 啊！你睇下，每個房間仲係非常方正噶。你睇下係咪呢啲採光非常靚仔呢？ Total 140個咧，你就可以喺環宇城隔離攞低咁靚嘅精裝修橫廳4房啦。咁我哋而家睇到嘅咧就係佢嘅交付標準，所見即所得。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PM 我 send 資料俾到你啊！